搁欠180年钱啊！我拢无钱啊！马老师，你真是无啦！你看嘛，这么多人咧排队呢，这一看就知讲啊，这间厝啦是大善人啦。看这人无饭通食哦，而且咧分米，赞，吼。毋过毋对呢。啊？分到米的人应该是欢欢喜喜啊！你看这人，大家拢安尼摇头角面。哟，那呢？我看你看卖啊。好，起来！哪会遮少啊？这几档的修成都无改好呢。我顶一档才欠你3块尔，你就二上加2，即摆利息钱哦愈来愈大啊，爱纳24块啦。我今年的修成哦，纳利息钱都纳袂起啊，租金嘛会纳袂起啦。哦，你意思就讲我放糖来就对啦？嘿啊，无应该甲你收租金吧？对啊。一14块头呀，你莫生气啦，我唔是这意思啦。哦，你搁较辩解哦，来啊，我甲教死你啊！几大爷，了命了，几大爷，哎呦，让我拍！几大爷拍了，几大爷，几大爷了来来，哎呦，我，你是啥物人啊？敢踮我鸡翅卡面头你才长寿啊？我专门咧讲死开啦，江湖人讲啊，讲推啊，就是我啦。哦，原来你就是讲推啊！哎呦，唔捌听啦。无啊，你是想要创啥啊？我啊呀，路见不平啦，气死人啦！看袂惯势你这种有智有势人，你欺负人啦，要来讲人的啦。哎呦，我是田主呢，我甲田租因遮的电农，等我甲收田租，敢有啥唔对啊？你是无听这人咧讲笑，伊欠你钱，你搁甲收利息，利息愈缴愈多，伊才无才还你啦。迄是因兜的代志，我要收田租，伊就爱家己想办法啦。好啊，你要甲讨啥心？先问我滚头毛啦。哎呦，口气阁不恰大哦！来啊，好好甲教死的啊！是。我若无法律啊，甲当作白领票，唔免一个一个啦，做伙来哦，搁袂了时间啦。要拍就拍，讲啊多。还是哎，各位，唔通安尼啊啦，好啊啦，快吃。好，等下。哎呦！老先生，唔知你有啥贵事吼？贵事是无啦，是讲哦，这个人哦，姓小倩哦，有西巴啦，自细汉哦，迄大家就拜伊，爱管人家事啦。到得罪你的所在吼，请大人哦，手势行较悬的，莫插伊啊。原来这孙了，无，原来是林公主啊！歹势，得罪啊！啊，唔记个小杨扶起来。是。小杨，好去，哎呦，小心哦，我怕个安尼死啊！牛西巴，你明明就叫牛西巴，是安那叫什么公腿啊？一顿叉高笑咧！你有受伤无啦？你要这样拍，我也受伤无啦？你哦，真是无礼貌啦！哎，看你阿爸苗叫哟，阿爸，这钱哦，是我吼代替阮小倩哦，向大人你回失的啦，吼，请收起，收起。哎呦，遮多哦！哎呦，安尼我就恭敬不如将面啊！也袂去辜负着老先生你一片好意啊！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哎呦，大人啊，这是是安尼啦，我先
小倩吼，镜头里是吼爱管闲阿事啦。下面佫看到你吼，甲因收餐桌吼，迄古镜头都佫举起来吼，啊，就废去啊啦。我想讲，废去啦。因这人今年的餐桌吼，我拢替伊交缴的啦。阿伯，请上阮一摆。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，起来，起来啦！我承受袂起啦。阿伯，感谢你。多谢你叫我阿伯啦，互恁安尼叫落去吼，我真是个空骹桥啦。安怎？恁无希望我叫我几年前？无，我当然希望你活百年啊。来。我原来你这少年哦，你根本唔是阿伯啊嘛。这哦，才是阮大真正的面目啦。是啦，迄时阵吼，看恁大遐尼为难吼，我咧想讲吼，佛爱金钟啦，人爱义钟啦。想看迄个四脚吼，一定看我无点，我才打扮做有钱人啊，想要个吼照路用安尼。啊对了，哎，车子，来，大家这哈，对，哎，我叫蹦基啊啦，我叫铁玲啊，这我换贴的，叫米姑啦。啊，美国大，哎，听大，啊是讲，拄仔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恁来欠迄个四脚餐桌咧？迄个真四脚的吼，就是阮邦家这个所在的大地主啦。阮的田哦，拢是大租的啦。啊，伊讲哦，专门欺负阮这个散车人呢，佮用足怪的餐桌哦，搭田税互阮啦。啊，自日本人来了后，真正啦，风袂调啦，雨袂顺啦，收成哦，一档比一档搁较差啦。就算讲哦，阮欠长内多啦，袂某袂囝啦，租金嘛是拿袂出来啊。是啊。是啦，拄着这种吼恶质的地主吼，恁若欠伊一点仔钱吼，伊就理上加理啦。恁做是世人吼，嘛无够伊行啦。对啊，就是讲嘛。大爷啊，这个啊，无花无目屎目早头啊，咱找只机会好啊教时阵，替咱帮家乡亲啊出一口气啊！对，算啊！安那，啊，咱是当时有迄个本事吼，他替人出一口气啦。无啊，咱就，你来，阮一边啦，阮一边啦。听大，歹势啦，你借阮迄寡钱哦，阮会尽量想办法哦，害你啦。哎呦，免啦，那阮大汉迄钱因卡网吼，这小数目阮大袂出。阮大汉吼爱甲帮助啦，吼，袂甲恁讨啦。对啦，啊钱的代志吼，恁就先莫插啦。啊是讲吼，本期啊，我甲美姑吼想要大落来，要办一寡代志。啊，恁这附近有啥物所在通互缺者无？哦，哎呦，你安尼甲我斗相共吼，我搁伫烦恼讲毋知影要安怎甲恁报答这份恩情咧。啊，你若是无去让我这个所在吼破破散散吼，我是真欢迎你来带我食啦。安尼哦，安尼就真多谢你啊！出门在外吼，有一个所在他票风杂雨吼，阮就真满足啊啦。好，安尼我随去变北京啦吼。多谢。来啊，斗相共啦，好，恭喜你啊，恭喜你啊！多谢啊，凤姐啊。大爷，啊，咱应该毋是就安尼吹目仔啦头。爽，真正是死歹看。
客厅全放这值钱的古董。这个钱死开吼，有够夭寿的啦！摕迄个电动的钱吼，来装潢家己的厝，遮尔啊享受。哎呀，电动啊，水啊水啊，三工就要转来靠。你莫放紧嘴，钱一定放在身躯边迄甲箱仔内面。困干那死滴！哦，大你讲嘛，这钱死开，我爱钱，连咧困嘛就甲珠宝箱啊，莫咧困咧。那你就走，对手要办理啊！你是要创啥？我是你讲的，我若是你哦，臭乌龟，死乌龟，臭乌龟，死乌龟，看你以后敢我欺负人。俩菜了，俩菜了！老爷，你变真心啊，老爷！厝的掉菜头啊啦，厝的掉菜头啊，老爷！我叫你原谅我啦，我不是靠来偷吃物件，我实在是要到人家帮我讲，才会偷吃物件啦。我叫你原谅我，我不是真的，我是老爷，你原谅我啦，我不是真的，你原谅我。哇，伊是偷的啥啊？啊，伊就偷摕一寡灶卡内底的庆门庆传。好啊！你要钱死开的物件，你也敢偷摕啊？甲抓去警察厅啦！老爷，你哪个？你哪个我去警察厅啦？我叫你原谅我好无？你哪个我去警察厅？你不然一定会斩到我的手啊！你好心的啦！你看，我有心的分享，你原谅我，我愿意替你做牛做马，你原谅我。哎呀！哎呦！腹肚就遮大，搁做牛做马，我看食英饭你有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敢偷摕我钱死开的物件，我不但叫孙子哦，剁你的手，挖你的目睭，搁把你的头斩落来，吊迄个城门顶头啦！哼！阿廖啊，甲你去警察厅。是。我袂有无，哎，你是咧笑啥啊？啊，笑安怎？老爷，你的面啦。我的面。啊！无，哎，这是啥？啊，叫你摕起来。
啊？你谁甲天公照大，家伫我面顶头画乌龟啊？啊！有人入去我的房间？万金！是我全部的财产！我不要，我不去啊！你好了，你这强盗，你这土匪！啊！我全世界的物件你也敢偷摕？啊！我伫我面顶头画乌龟，我好大教你啊！你还万金！我无啊！多谢一款钱嘛，我无摕你的物件啊！我无过，你原谅我。你搁敢变改你啊？哈！我跟你讲哦，人叫我敲出来哦，我不但做顺差动你的手，捂你的目睭，我把你的头斩落来，吊在城门顶头。来啊，敲！我无摕你的物件，你放心啊，我无摕啊。老爷，大家啥物拢无啊？无。讲啊！你有感动的吼？讲，你感动伫倒？你敢我支撑在倒？啊！我跟你借人啦，我借人，见到我陪我，偷食个放假，我都有感动，我无啦。你个声个水火的，敢拍？是。哎呀，你也帮我是啊。等会，啊！廖家丁，你叫人话？你真可呢哈！连这同我都你也敢拍？哦，原来这查某甲廖家丁是共倒的哦，去甲抓起来啊！给啥东？你这是笨蛋啊你！文琪啊，来，安怎？来，哎呀，是发生咱们啥物代志啊？这个大巴肚的吼，倒伫路边啦，阮爸抱上来。哦，莫问遐济啦，这查某人身体真虚啦，随时所在会倒落来。紧来，好，来咧。你是啥物人啊？你唔通惊，阮唔是歹人啦，阮是看你哦，困在路边，甲你扶倒来。对啦，多谢你，多谢。妈你讲。啊，我叫铁顶啊，这我换贴的，叫咪姑啦，徛边仔了，叫本基啦。你大家好，我叫陈华丽啦。哦，当管理。你。本基啊，买饭菜要紧摕来我食。啊，我有准备，我自己摕啊。紧。啊是讲吼，你一个查某人佮大巴肚，安尼伫外口安尼落垃圾啦，啊恁厝查甫人咧？我想阮爸来台湾找我的翁婿，差不多伫8个月前，我的翁婿讲要去台南做生意，我毋知安怎，一出门就无消无息。伫这段时间，我的大家身体无好，煞来过世。我无法度，只有来台南找阮翁。我哪知影，我人到台南的时阵，才知影伊已经来放假。伊的时阵，我身躯的钱嘛拢用完啊，拢无半些。我着沿路做乞食，
甘饭，才来当放假。我哩啊，食饭啦，食饭啦，请假啦。对啦，问机啊，你毋是讲恁家族的人住咧放假，住三代啊？是啊，大大小小拢有姓。系啊，安尼啦，外你也讲要找恁翁哦，来去斗找者。安尼啊，是讲吼，恁翁叫啥名？有啊吼，叫李志明啊，你有熟悉无啊？李志明哦，哦，李志明哦，毋捌听过呢。问机啊，毋捌听哦，我较出声啊，怎么叫是你捌的？歹势啦，我是毋捌这个李志明啦。啊，毋过我会使替你去探听看卖咧，凡事凡事佫找会着呢。是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不要紧吼，人头真熟啊。有伊甲你斗相共吼，恁翁的消息吼，真紧就有啊啦，你放心啦。到三个。啊对啦，既然你嘛是为外地来的吼，啊你也无去啊，我这个所在吼泡泡散散哦，啊你着小委屈一下，对我食啦吼。莫安尼讲啦，伊拢是我的温情啦。即摆佫轻受留我，佫要甲我斗找我的翁婿，我感觉着来不及啊！莫安尼讲哎，莫安尼讲啦，你到时吼，你若找恁翁，啊囡仔生落来吼，请阮食红蛋食油饭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来，请假。还是紧食。祖母，多谢。小金署长，请。哎，小金署长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听讲恁找着贼头，啥样好打？甲同我小金所在的朋友，啊，都一个大巴肚的查某，哦，啊，佫叫咱伙聊天顶啦。靠！都是迄个大賊哥摇人会，莫我掠，我掠，绝对将你毒成肉酱。哦，起名赞呢，对，一定要甲剁做肉酱啦。是讲小金孙长，迄上重要的吼，就是爱甲我遐叫手气的钱吼，拢甲摕倒来啦。因为迄迄拢是准备要投资嘅，拢是我的瓜沙本啊。小金孙长，嘿嘿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甲摕倒来，万事拜托。你放心啦，这个代志淡薄仔古散。不过，我对查某人是真好的算数。拖人，嗨，署长我知，你的意思一定是叫我把这附近所有大巴肚的查某人，拢总抓起来对无？你真巧。但我小金孙子，这聊天顶功夫我赞的呢，你敢捌甲伊交过手哈？你搞放我来啊！聊天弟，你搞放我来啊！聊天弟。当然有，啊毋若交过手。有一摆，我将伊吊喺树头；啊，有一摆，恁爸差点啊将伊绑死。行，嗨！那这下好啊，小金孙子若出马，我要跑去的钱都希望找倒来啊！阿静，你敢有看过这个人？有无？你敢有看过这个人啊？老爹啊，小妹诶，你有看过这个人无？你有看过这个人无？哈，有无？你啊，小妹诶，你有看过这个人无？你有看过这个人无？无咧。外你啊，莫艰苦啊啦。人讲天下无难事，咱阿面会找到恁翁，
一定的，一定会。我看你嘛忝啊，啊无，咱即摆坐者，啉一下茶。你踮遮小坐者，我来下茶吼。陈班长。 是志明啦！志明啦！志明！谁乱了？啊？我看到志明！啊？你倒？你倒？志明！志明！你个病啊！你到这生命了！我怎么看到看到我？你想要办好阿母穿衣啦！管你啊！你唔通安尼啦！管你啊！你唔通安尼啦！你安对囡仔无好呢！你无带量你家己的身体，无你嘛带量囡仔。咱即摆知影志明互你放假，恁哦一定会传你啦！吼！你一定得好心，我要死！管你啊！唔等者！管你啊！管你啊！你歹只巴肚唔当走，会当到歹去啦！你不知道我的心情啊！我知道，你白哦，早来放假就是为着找我的后生，我即摆这么简单看到伊，你叫我放弃，我哪会甘愿？我是要死！管你啊！管你啊！唔当去啦！你办本后生代志哦，阮大家骂死啦！你别管我，志明啊！管你啊！志明啊！志明等我啦！叫一个大大，叫我来来！来！行！大大，到来！这些大大，到来！哎，你在创啥？真的，到来你！放啦！你这个米虫啊！你敢知影我是什么身份？我是恁顶子的。假咯！哼，你若是阮顶时，我唔就是日本天皇啊！你是什么人小道？更加打怕！我规身空金空酸，你算你！空金空酸！哼，赶快抓落去！来你啦！来！你敢？你！放假！我哪看见你拿手机，你还觉得太困了？你敢放弃哦？那我报警协会！混蛋！你敢丢啦！你别搞我，你敢放开？敢放开啦！你敢放开？放开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上个星嘛敢放开，啊若无等着，我你一死袂当开！呸！哼，你讲什么蒜头啊？这么大口气！不该要啊！你目睭是去勾着屎是无哈？我是什么人你唔知？哼，你哦，你就是迄天走去猪大爷因兜偷摕钱的陆飞灿啊！是啊，你讲我是贼啊！你莫讲假啦！你骗得过别人哦，骗袂过我拓汤的啦！看你这泼妇样哦，我就知影，迄天陆飞灿一定是你！哎呀咯，你！啊！你敢甲我拍？我甲你拍是安怎？我看你受大了，受过神款哦！吼，你若好打哦，你就甲我大咧！我甲你讲，你
你若甲我顾咧，我甲你做工做卖，骨头摕做好交客。啥？你敢做财务做工做嘛？安怎？我看你的嘴硬的，也是我亲自定。哼，我看你无好你教啦，你若好打，你甲我大落啊！你看我敢唔敢？你大！对。报告署长，我已经抓到陆伟灿了，放人咯，请甲放来。报告袂使，放我伊就走去啊，放来啦，放人咯。你知影伊是啥无？伊就是陆伟灿啊，趁你的大头啦。伊是我的小妹，小鸡喊人哦，我袂来你啊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这个无良的卡小，你笨死啊！你无叫警察抓起来，你猜定你一个菜本是无啦？无咱无内哭哭闭闭，放糖啊！我袂来你。也够你啊！你这个孙仔是安怎做呀？哈！你下家这人拢拖汤是无啊？你甲我下哪裤你啊起，搁甲我扒落，当作穿掉咧警察抓，你放个丫头啊！啊好啦，阿哥你莫生气啦。ထွက်啦！嘿，谁叫你咬我小嘞？报告是你，是你敢叫我甲所有附近大巴肚的查某人拢做抓起来？我袂讲，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叫你抓大巴肚的查某人，无叫你抓阮小妹。哈拉哥上，哈拉哥上，我大大个，目睭已经过着屎啦。你大量有大量，请你莫跟我计较啦，是吗？是。你甲我当作哈哪裤是啥物啦？哈，一路甲我拖到遮来，讲一些死密码线通下甲我说说咧，都想要放我耍是无？无这么简单啦！我当然应该是，应该是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。好啦，莫搁拍啦！哈哪裤啊，煞煞气啦！你莫甲这笨傻生气嘛！搁再讲，我搁要留伊对我伤悲办代志啊，吼。你啦，无路用的卡小啦！你遮啦，拢放烫啦！大哥，后摆目睭变较紧的啦！哈哪无？哦，人讲哦，你行了后，千万免听着车撞无。阿哥，咱今年了日本人，咱就是日本人啊，对无？咱应该穿日本人的衫毋才对。你看，你穿到安尼，啊，搁四界爬爬走啊，你敢好？你还搁敢讲啊？你孙仔是要做假是无？哈？哼！你无去甲你下骹手人讲我是恁小妹啊，互我强当作贼，搁掠去警察厅。好啦好啦，你莫搁生气啊啦！你今仔日才为台南府城起来，这几工我也无用下大间的代志，所以闹交去啦。你家己无路用，莫咧找借口啦！哼！就是拢无路用的放烫啊！阿拉宝，是。闪啦！头拄我去警察抓的时阵，哪无看到你这体贴啊？无路用的卡小。好啊啦，一路转来，袂使较侪庆忌咧。你敢会喙大？你好好休困一下啦。明仔暗时，咱下大间就要开张啊。你好好西装打扮者。对吼，暗时吼，我咧田市场讲生理呢，我来好好甲伊招待一下。放大，嗨。去捧一桶水来，我要洗骹。是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你这到底是要创啥？是你爱我甲你洗骹兼掠铃啊？哎，啊你量较轻的哦。啊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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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搁洗啊，水捧出去，我要西装打扮啦。
一个骹拢袂晓。那个看袂清，怀查家人走，算毋知用走人是菜鸡命。嫁狗对狗走，啊嫁鸡来随鸡飞啦。好像家己翁婿安尼化起化落。早就知哦，就摆去叫小金来救，互你叫迄日本警察拖去枪杀。哼！啥阮话你也较好，现回搁体贴，也毋知即摆人咧什么所在啊？你到位啊？你敢知啊？我找你这个足辛苦的。你啊，你莫搁安尼哭啊啦！你无为你家己想哦，无你嘛为囡仔想一下，万不用来当落歹去，对囡仔真无好呢。我为你的命，哪会这尔苦啦？我千辛万苦为爸哦，来到台南，一路讨食，来到放假，这么简单，今日我看到志明，啥啊？你讲爸啊，你不要我阿母见面，你啥要创治我的啊？你啊，你莫搁艰苦啊啦！我相信天公伯啊吼，会斗找恁翁啦，吼，一定会找到。我看天嘛暗啊，我咱先等下，明仔载搁来找。天大，真歹势吼，可爱帮我炖一碗米。我敢袂久拄爱恁遐甲你搅扰，做一寡代志嘛是应该，唔通客气啊。无咯，你替我行钱，互一世卡，就等于救我一命咧。安尼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安尼。我不记哦，甘愿替你做父做母做一世人啊。文琪啊，你莫搁讲啊，你搁讲我要生气啊。哦好，安尼我拢莫讲，啊。文琪，买巴掌，头家，买巴掌哪买？这小金四卡，真正有够可恶啦！佮先调来阮遮哦，就只耀武扬威啦，欺负阮遮的人啦。他讲哦，伊以前是做赌贼的，啊为着要掠迄廖长顶掠无，佮去用港来做孙查啦。哦，够袂见笑呢！伊为着要讨好日本人哦，不但离日本籍啊，而且哦，连伊祖先人互伊的姓哦，拢来改去啊！啊，佮因小妹嘛同款啊，因两个哦，佮要伫阮遮开一间鸡大间啊啦，真正哦。人无照天理啦，天无照家主啦。搁唔笑啊？莫啊烦恼啦，明仔载吼，我替你找恁翁，哈。哎，美国，哎，走啊！你进来啊？我来倒杯。水先打我。我再等啊。爽啊！你今日哦，敢有趁听到阮阿三的消息哈？暂时还袂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今日哦，伫街仔头有看到一个人，做亲像阮阿三安尼。啊，毋过，
清，当一日我就去，就看无人啊啦。哎呦，你免烦恼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帮你哦找到恁翁啦，吼。多谢你，我来参食吼。好啦，你知影我拄仔伫街仔拄着啥无？什么啊？小金土三郎，什么？伊无互炸弹弹死啊，搁活跳跳伫啊！大汉你有看唔对无啊？无啦，是讲吼，伊即摆毋是做赌菜，因为掠袂着咱哦，去用杠击做船渣啦。啊！啊，夭寿啊！为盗贼讲来做孙查，即摆火气当大啦，伊嘛真厉害呢。为台湾头，甲咱捉到台湾尾，即摆佫有台湾尾捉到咱台湾头，你袂算敢若小狗，甲咱咬条条了。我看林刚若出门哦，爱较细腻哦。我知啦，是讲吼，伊伫遮佫有一个小妹伫个。啊？是啊，我听讲伊要甲因小妹开一间什物鱼蛋间啊。哼，这小金土三郎哦，伊会开鸡蛋间啊，绝对哦无做啥好代志啦。我想嘛是安尼，无要紧，找一个机会哦，去查看卖，看要变啥吧。真正有论命。夫妻啊，夫妻啊，安怎啦夫？妻啊，夫妻啊，啊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啦！今仔顶哦，迄间春风楼今日开幕呢，啊要找一寡临时工啊去斗三工呢，工钱哦，佫真悬呢。我想讲哦，问你看要斗进来无？啊是啥物春风楼啦？啊，就迄小金存在因小妹开迄间啊，对啦。啊，你看会当哦，加一寡人无，咱做伙来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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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大汉，机会来啊了。恁一个甲插头啊徛遮，互人会看到恁遮乌麻麻、臭毛毛，抢啊你来！好啦，嗨，啊毋带因去灶下做代志。是。你这人对我来。遮做工课啊，要较勤快，尤其是毋准偷摕物件。啥物人若偷摕物件哦，手就甲剁起来。你等你两个啊，带我来后壁，后壁摊互恁做。啊，你其他的就踮遮负责洗碗甲灶骹的工课，有听无？不信。尤其是你啦，你戆神戆神，你我毋通甲我弄破哦，你我若甲我弄破，你较细腻的哦。呀，像啊！搁看，严谨做工课。哼，死卡糟糕！你看啥？三六目睭你紧紧看，严重看见对咱一不利噻。讲你听，你绝对无事。我若无看，后边安尼啦，是款你后人呢。可能啦，我是来先看到伊咧树下咧头巴肚走人，因为跟你想阿无啊。所以我唔敢奇怪，目睭我你紧紧看，你看清楚呀。好啦好啦，莫吵到嘴啦。你唔通袂记啊？因今仔日来遮是要看小金明电话去变啥吧？做代志。恭喜
春龙楼开门大吉啦！后摆吼，人家一定是枪枪棍的钱哦，赚袂煞啦！钱上，你用安尼讲啊？春风楼绝对赚钱啊！对。哎，先生，哦，你请啦。这，哎呦，真。你别回先生哦，小妹酒菜传出来哦。来，同志走下茶酒菜。去。